楼下琴声吵，老翁垂降喇叭，佛音穿脑报复。好恐怖哦！厕所半夜传来佛经是怎样啊？原来是楼上嫌楼下吵，竟垂降喇叭来念佛，比如来神掌还夸张。瞎加住4楼的徐老先生觉得楼下的钢琴弹得大声又不好听，上门反映没用，检举后也因不算噪音不能开罚，让他只好出奇招，先把喇叭用绳子绑好后，再将它从管道间垂降到3楼厕所天花板播放佛经。3楼的邻家人被吵到睡不着，气到弹起来收证，控告老先生妨害自由，但双方后来和解，检方决定不起诉，邻家人也搬走了。事情还没上法院就結束了。動新聞，樓上來的聲音，樓下來的聲音，誰共誰現在做什麼？不要緊。報道。